这个台中大甲妈的料景，4月初8暗时11点要来起价。讲即届这个预防社无足够3济的人未当来参加。台中市政府赶伫个起价进前，派出着行动的防疫车，帮信徒来注疫苗，水到水注。另外，这个料景会经过公庙甲县市，嘛来宣布着防疫措施。台中甲云林无要开放校园，若彰化敢若开放着运动场。这个宫庙的部分，中华的南窑宫甲电安宫无要放入去困，嘛袂当入去洗身躯。若福林宫是取消食道，改发炒面便当。一年一摆，台中大甲妈要伫咧后一暗时11点起价温装，过去的信徒逐年拢超过100万人，大家拢真虔诚，对妈祖銮桥行到大就歇到大。不过因为疫情压起来，过去温装经过宫庙和学校拢会开放所在，互信徒休困。今年换做法，亲像妈祖停界头一站中华南窑宫，真正会开放香客大楼，或者是宫庙内底房间，互信徒困含食物件。今年宣布无要提供大。嘛无提供辅路经，嘛袂当伫咧庙内底食物件。咱无开放哦，即个香客入来内面用餐，嘛无开放互因直接带。烦恼伤济人会互疫情拖开，中华南窑宫和电安宫无开放庙内底的所在，嘛无提供洗身躯经。福林宫真正的办道，请信徒食饭，今年改发送炒面便当。学校的部分无限制，活动中心、教室无开放，讲提供运动场，互信徒休困。不过，是否开放操场，还可以透过学校的防疫小组会议，针对因为整个动线的规划，去做决定是否开放。台中市禁止开放高中及以下学校，嘛禁止信徒要来。福林关嘛宣布无开放宗教团体的人要来学校休困。大甲妈上尾站嘉义奉天宫为香客大楼49间总铺，互1000外人住。附近的学校教室提供300个人住。不过疫情严重，县府开会决定，对未来香客大楼和学校的运装队伍，拢爱做登记、做实联制，含领识别证。一般的信徒和香客都袂当住未来。3月小妈祖拄着疫情制约，今年 CDC 严格要求参加的人拢要注满3重预防社领 OK 西场卡片。为着愈侪人赶会府起价领到识别证，台中市府特别伫咧大甲区公所采行动注射站，派行动防疫车为6号注到8号，逐天下晡1点到3点开始注射，确保防疫安全，互大家安心入境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